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希希嘅頻道。今日我要介紹輕便鐵路系統。輕便鐵路系統簡稱輕鐵，主要行駛新界西北，包括屯門、元朗同天水圍。輕鐵主要由一輛或兩輛列車編成。呢張係輕鐵路線圖，輕鐵共有68個車站，其中有4個車站同屯馬線連接。而按照站點分布，共分為6個收費區，分別為第1、2、3、4、5A 區。輕鐵現時有11條全日服務路線。我下次再介紹呢11條路線俾大家啊！拜拜！大家記得同subscribe呀！